歡迎大家咁嚟臨好市民獎頒獎典禮2025。熱烈掌聲歡迎我哋主禮嘉賓。好市民獎勵計劃至今已經係踏入咗第53個年頭。今年嘅主題係好市民，一瞬間迎力量。今屆得獎嘅80位好市民，佢哋嚟自社會嘅唔同界別。現實嘅好市民就好似電影裏面唔同嘅角色，喺唔同嘅地方同埋時間會作出一啲唔同嘅決定。每一個一瞬間嘅抉擇都好似電影橋段一樣，但係現實世界係冇劇本、冇彩排，更加冇 NG。所以喺呢度我要十分之感謝各位好市民選擇喺各自生活嘅一瞬間伸出援手，做出正確嘅選擇。除咗好市民之外，社會仲有一班好機構一直默默咁樣支持香港嘅穩定同埋繁榮。本會紮根香港超過125年，本會好榮幸可以開始同香港警務處同埋撲滅罪行委員會合作，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共同守護法治與安全嘅精神。跟住落嚟咧，我哋帶嚟咧就係《尋問記前傳》。師傅交代落，佢話香港警隊有一個好勁嘅鴨屎。你講嗰個鴨屎咧，應該就係我哋嘅 HKSOS 呢個 app 啦。呢段短片咧就叫做《一刻逆轉》，送俾大家。我知道我唔出手制止，就會有機會釀成更大嘅事件。喺呢度，我謹向所有得獎者嘅英勇行為，以及得獎機構對社會嘅貢獻咧，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即使係一位普通嘅市民，只要喺關鍵時刻行多一步，就能夠凝聚力量，成為警方打擊罪案、拯救生命嘅最強後盾。過馬路要小心，咪求我快一陣。說情